領證日，我穿着訂做3個月的紅旗袍坐在民政局門口，手裏攢着戶口本和身份證，等到下午5:47，鄭浩的電話從上午10點開始關機，微信不回，朋友圈停更，像人間蒸發。我沒哭沒鬧，把旗袍下擺衝台階上撿起來，站起來的時候腿有點麻，掏出手機翻到通訊錄最底下那個號碼，鄭浩的死對頭周演，響了2聲就接了。周演，我月娶我，送你半個集團。電話那頭安靜了5秒，車已到樓下，我一抬頭，一輛黑色卡宴停在民政局正門口台階下面，連雙閃都沒打。司機下來給我開門的時候，後座車窗搖下來半邊，露出一張側臉。周演沒下車，也沒轉頭上來。我沒猶豫，彎腰轉進去，旗袍太緊，差點絆了一下。車門關上的瞬間，我看見民政局保安探了個腦袋出來看，手裏還端着他那個掉漆的保溫杯。車內空調開得很低，周演穿着一件煙灰色襯衫，袖口挽到小臂中段，手腕上一塊黑表。他轉過頭看我，眼睛很淡，想清楚了。鄭浩知道你來找我嗎？他跑了。周演嘴角動了動，看不出是笑還是責麼。去哪了？不知道。電話關機，人不現，到今天領證沒出現。他沒再問，抬手敲了敲駕駛座靠背，去民安路。民安路是老城歐一條食街，兩邊擠滿燒臘鋪和糖水店，空氣中一股燒鵝皮和蜜汁混在一起的味道。車子停在一家叫永興的茶餐廳門口，門上掛着褪色的綠色塑料簾子，玻璃上貼着招牌煲仔飯、凍奶茶、走冰。周演推門進去，老闆是個50多歲的胖男人，圍裙上全是油點子，看見周演就喊：周生，今日乜風？話越到一半看見我，硬生生現回去。兩位啊，坐裏面卡座，清靜。我跟着周演走到最裏面一個卡座，皮沙發裂了好幾道口子，露出裏面黃色的海綿。他坐下，把菜餽推給我，先吃飯。我看着菜單上密密麻麻的菜名，手心全是汗，一個字都看不進去。周演也不催，自己倒了一杯服務雲端上來的熱普洱，喝了一口，靠在沙發背上，眼神從我臉上掃過去。你知唔知鄭浩呢個月做過乜咩？佢同你阿爸簽咗份協議，你哋間鵪已經抵押咗。我抬起頭看他，手指站着菜餽邊緣，指邊個進肉里，抵押俾邊個？唔係我。周演放下茶杯，係佢自己出面揾咗間財務公司，借咗800萬。800萬，我們家那個5金加工鵪，我阿爸做了30年，從一台舊車床開始，到現在20幾個工人，去年一整年利潤才60多萬。鄭浩和我交往3年，一直在鵪里管業務，我以為他是真心想跟我結婚，接過這個攤子。你點知？我聲音有點緊，佢上個月過嚟揾我，話想同我合作一個項目，我查過佢數。周演從煙盒裏抽出一根煙，沒點，只是捏在手裏轉。呢條友，你唔清楚佢乜人？我沉默了幾秒，你肯娶我，係為咗半個集團定係為咗睇鄭浩死？周演把煙放回盒子裏，兩者都有。夠老實。你第一個電話打俾我，唔係打俾你阿爸阿媽，亦唔係報警，你已經知自己做緊乜。他說完這句，老闆端了2煲烈味煲仔飯過來，鍋盒一掀，熱氣往上衝，帶着臘腸和飯焦的香氣。我把筷子擺開，夾了一塊臘肉放進嘴裏，嚼着眼睛突然發酸，我咽下去，沒讓眼淚掉下來。我阿爸個鵪係佢一輩子心血，鄭浩借咗800萬高利剔，如果船唔到，間鵪就冇咗。我嫁俾你，你幫我保住間鵪，我幫你搞掂鄭浩手上揸住嘅嘢。周演夾起一塊臘腸，慢慢咬了一口。你知唔知鄭浩手上揸住乜？應該係你公司之前過咗數嘅幾筆灰色賬目複印件，佢同我飲醉酒嗰陣提過一句。周演放下筷子，第一次正眼看我，眼神比剛才認真了3分。你記得幾多？
記得佢講嘅日期同金額，仲有嗰個客戶個名。邊個客戶？東城貿易，林永東。周演靠在椅背上，嘴角終於扯出一個真正的笑容。好，呢餐飯我埋禪。我低頭扒飯，煲仔飯底下的飯焦香脆，混着獵場的油和醬油，很鹹。我吃了大半煲，才把筷子放下。我今晚返邊度？你阿爸阿媽知道你同振浩領證？知，仲話今晚擺兩圍，親戚都請咗。你打返去，話證照領，不過老公換咗人。我掏出手機，想了半天，撥了我媽電話。媽，點啊？證領咗未？振浩呢？叫佢聽電話。阿爸訂咗海鮮。媽，你聽我講。咩啊？我冇同振浩領證。咩話？我同周演領證。電話那頭安靜了大概3-4秒，然後我媽聲音尖了起來：邊個周演？你係咪黐咗線？你同振浩搞咗3年，今日領證你話換人就換人？你係咪？媽，振浩跑咗，電話都打唔通。跑咗？跑去做乜嘢？佢將間庵抵押咗，借咗800萬。我媽那邊突然沒聲了，過了很久，聽見我爸在旁邊問咩事啊？我媽聲音發顫：你返嚟講，即刻返嚟。我今晚返，你同阿爸講，叫佢唔好激動。我掛了電話，手心全是汗。周演站起身，從錢包裏抽了2張100塊壓在桌上。我送你。他宴重新開起來，穿過傍晚的舊城歐，路燈光亮，橘黃色的光照進車裏，把我旗袍上的金線繡花影得一晃一晃。我轉頭看周演，他側臉線條很硬，鼻梁高，下頰骨稜角分明，嘴唇薄，抿着的時候顯得有點冷。3年前陳浩第一次帶我去一個行業飯局，周演坐在主位旁邊，全程沒怎麼越話。散場的時候，他在停車場攔了一下振浩，兩人站在車旁邊大概越了5分鐘，聲音壓得很低。振浩回來臉色很難看，我問振浩周演是誰，振浩越跳有想食我地址車。後來我才知道，周演是振浩大學同班同學，畢業之後一個做五金貿易，一個做電子元件，本來各做各的，後來因為一禪大客戶的定禪撕破臉，從同學變成死對頭。振浩恨周演恨到骨子裏，每次提起他都要罵2句。而我今天坐在周演車裏，穿着本來準備嫁給振浩的紅旗袍，車停在我家樓下，一棟90年代初建的老式居民樓，外牆貼着白色小方磚，有幾塊已經掉了，露出灰色水泥，樓道口的感應燈灰了，黑漆漆的。我推開車門，回頭看了周演一眼。你唔想去？今晚唔上。你搞掂屋企人，聽朝9點我過嚟接你，去律師樓簽婚前協議。你估我傻嘅？周演從口袋裏摸出那像未點的煙，這次丟在嘴裏，沒點燃。你嫁我，我幫你保間庵，你幫我搞振浩，大家明碼標價。好。我關上車門，走進樓道，背後那輛卡宴沒走，一直停在那人。我上了3樓。逃出藥池開門，客廳裏燈全開着，我爸坐在舊沙發上，手裏夾着一根煙，煙灰掉了一褲腿都沒彈。我媽站在電視機旁邊，圍裙都沒解，一看我進門就衝過嚟。你講清楚，到底發生乜嘢事？我把包放在鞋舉上，彎腰換拖鞋，旗袍太緊蹲不下去，最後索性站着用腳把鞋蹬掉。振浩走咗，電話關機。人影都冇，我哋間庵俾佢抵押咗，借咗800萬。我爸手裏的煙掉在地上，他猛地站起來。你講真？真。我個庵啲地契呢？我放喺房個鐵皮舉，佢偷咗定係點我唔知，但係抵押手續已經做咗，錢已經過咗佢戶口。我爸一屁股坐回去，雙手抱住腦袋，肩膀在抖。我媽擰在原地，嘴唇囉嗦了半天，突然哭出來。我話咗你唔好咁信佢，我話咗佢呢個人唔踏實，你偏要3年啊！
你同佢3年。馬，你冷靜啲。我走過去扶住他肩膀，我嫁咗俾周演。你講乜嘢？周演，鄭浩死對頭嗰個。我媽眼淚掛在臉上，表情像吃了廠刑。你係咪癲咗？你嫁俾佢？佢同陳浩有仇，你嫁俾佢？佢可以幫我保住間屋。我爸猛地抬頭，周演，做電子元件嗰個周演？係。佢點解肯幫你？我俾佢半個集團。客廳安靜得能聽見樓下卡宴發動引擎的聲音。我爸瞪着我，嘴唇動了幾下，沒語出話。我媽鬆開我的手，往後退了2步。半個集團？你邊度嚟半個集團？我同佢離婚，婚後我手上所有股份同資產分佢一半。你有幾多股份？你嗰間屋，我除咗間屋，仲有阿婆留俾我嗰3個鋪位，同埋阿瑪你之前過戶俾我嘅2套房，加埋夠半個集團。我媽臉色白了。你係話你攞晒全家嘅嘢去嫁俾一個你識都唔識嘅人？我識佢3年，雖然冇講過幾句話。媽，你信我一次。我看着他的眼睛。鄭浩係點樣嘅人？呢3年你睇到嘅。佢而家攞走800萬走佬，留低間屋俾我哋填數。如果唔係周演，我哋下個月就俾人收留。我爸站起來，走到窗邊，掀開窗簾一橛往下看，樓下架車係佢嘅？係。我爸放下窗簾，轉身看着我，眼圈發紅。個女，你諗清楚未？諗清楚咗。好。我爸從褲兜裏摸出煙盒，又抽出一根點上，狠狠吸了一口。既然你諗清楚，阿爸唔攔你，但係你要記住，你係你，佢係佢，就算裂咗婚，你都要企穩自己雙腳。我知。那天晚上我沒吃飯，回了自己房間，把旗袍退下來掛好，換上舊 T 恤和短褲，手機屏幕亮了一下，一條陌生號碼發來的短信：周演。引潮8點半，我到樓下，我回了一個字：好，然後關了燈躺下。天花板上有一道細長的裂紋，從燈座一直延伸到牆角。我看了3年，從來沒想過有一天，我跪在領證日躺在同一張床上，心裏想着另一個男人。而鄭浩，那個我打算託付終身的人，此刻正帶着800萬，不知在哪個城市。第2天早上7點，我被手機鈴聲吵醒，我媽的聲音又尖又急：你快啲落嚟！樓下好多人。我披了件外套衝到陽台往下看，樓下停了3輛車，2輛黑色，1輛白色。車旁邊站着4個穿黑色西裝的男的，領頭那個戴墨鏡，手裏拿着一把長柄黑傘，明明是個大晴天。周演站在最前面，換了一件白色襯衫，領口沒扣，露出鎖骨。他抬頭朝我陽台看了一眼，我縮回房間，用最快速度刷牙、洗臉、換衣服，套了條牛仔褲和白色 T 恤，拎着包衝下樓。周演看見我，上下掃了一眼，行，出發。去邊度？律師樓。然後去你間屋。我阿媽，你阿媽，我安排咗人送佢哋去飲茶。你阿爸我亦叫人接咗。我擰了一下，你幾時安排嘅？今朝6點。我張了張嘴，沒語出話，坐進車裏。周演衝後座拿了一個文件袋遞給我，睇下。我打開，裏面是一份婚前協議，白紙黑字，列得清清楚楚。婚後我名下3間鋪位2套房歸我，5金鵪股份歸我。周演不佔任何份額，但婚後共同經營的新項目收益55分賬。最後一條，若鄭浩歸還800萬借款並解除鵪房抵押，婚姻自動解除，雙方互不追究。我盯着最後一句話看了很久，你係真係想同我結婚，定係淨係想搞鄭浩？周演轉過頭看我，車裏光線很暗，他的眼睛很亮，兩者都有。你上個禮拜都係咁講，因為係事實。
我沒再問，低頭在協議最後一頁簽了名。周衍接過筆，在預方那欄簽上自己的名字，筆畫很利落，連筆鋒都帶着一股不耐煩。搞掂，去律師樓公證。車子開動，我靠在座椅上，看着窗外街景往後退。路過我們屋門口那條路的時候，我遠遠看見屋門口圍了幾個人，有一個穿花襯衫的胖子站在最前面，手裏夾着煙，正在跟看門的老李頭說話。停一停。我說，周衍順着我視線看過去，財務公司啲人？唔係，係鄭浩跳債主。我驗過佢，上個月佢嚟過庵一次，鄭浩帶佢行咗一圈。周衍敲了敲駕駛座，開過去，車子慢慢駛近。那個穿花襯衫的胖子轉過頭來，他看見車牌，臉上表情變了一下。周衍把車窗搖下來，半個身子探出去。林永東。那胖子笑了一下，煙從嘴角拿下來。周生，咁啱嗎？你過嚟做乜？巡查下資產啫。鄭浩同我借咗800萬，抵押物係呢間庵，我過嚟睇下間庵仲喺唔喺度，好正常啫。間庵而家唔關陳浩事。林永東眼神往車裏瞟了一下，看見我，笑得更開了。哦，呢位係我老婆。林永東笑容僵了一秒。你老婆？鄭浩挑女。鄭浩走咗佬，佢而家係我老婆。間庵係佢嘅，同鄭浩冇關係。你同鄭浩之間嘅數，你揾鄭浩算。林永東收起笑臉，把煙頭扔在地上踩滅。周生，你玩嘢啊？抵押手續齊全，白紙黑字，你話冇關係就冇關係。手續齊全。周衍從車窗裏遞出一張紙，你睇下呢份嘢先。林永東接過紙，看了幾行，臉色越來越難看。你呢份，鄭浩同你簽抵押嗰日，佢仲未同我老婆分手。而呢間庵嘅法人代表係我老婆阿爸，鄭浩冇任何授權書，亦冇股東決議。你份抵押協議法律上無效。林永東把紙攢成一團，咬了咬牙。周衍，你同我玩呢啲？我同你玩法律。周衍把車窗搖上去。林永東，你800萬借俾鄭浩，係你哋兩個人之間嘅事。你揾唔到陳浩，唔關我事。但係如果你再嚟騷擾我老婆間庵，我 guarantee 你3日之內有差佬上門查你水錶。車窗完全關上，周衍拍了拍駕駛座，走。車子開出去，我從後視鏡裏看見林永東站在原地，把手裏的紙團狠狠摔在地上。我脹出一口氣，心跳得很快。你幾時準備咗呢份嘢？尋晚。你早就知鄭浩佢走佬？我唔知佢走佬，但係我知佢借咗錢。周衍從車門側邊拿出一瓶礦泉水，另開喝了一口。一個男人結婚前1個月突然借800萬，得2個可能：一係走佬，二係想食咗間庵。無論邊個，你都冇得贏。所以你等我打電話俾你。周衍放下水瓶，轉頭看了我一眼。我等咗你3年。車廂裏突然安靜下來，我脹了張嘴，桑子眼發乾。你講咩？你同鄭浩一齊嗰日，係我同佢撐完東城貿易張單之後第3日。你嗰日着住件白色連身裙，喺永仁茶餐廳買奶茶，鄭浩喺門口等你。我完全不記得這件事，你點解？冇點解？你當時係佢女朋友，我冇印趣叫長腳。但係你今日打電話俾我，我唔會放你走。他說完這句話，把頭轉回去，看着前面車窗外的陽光照進嚟，打在他側臉上，我能看見他睫毛在眼下投出一小片陰影。我沒說話，車子一路開到律師樓，公證完協議出來，周衍把一份文件遞給我，你間庵嘅嘢搞掂咗。林永東唔佢再嚟，佢唔佢報警。報警？佢借高利剔，報警死嘅係佢。周衍冷笑一聲，佢而家最驚嘅係鄭浩真係走咗佬，800萬凍過水。
佢派人揾陣號，但唔佢再搞你。我賺着那份文件，手心出汗，多謝你。唔使多謝，生意嘅嘢大家都有着數。他說完這句話，手機響了，接起來聽了幾秒，臉色忽然沉下去。幾時嘅事？邊個放嘅料？好，我知。他掛了電話，手指在手機屏幕上敲了2下，轉過頭看着我。振浩尋晚飛咗去泰國。我心裏落頓一下，泰國？曼谷。今朝7點落地，有人接機。邊個？我暫時未知，但係有樣嘢你要有心理準備。咩？周演看着我，眼神很深。你阿爸間啱嘅地契唔係振浩偷嘅，係你阿爸親手俾佢嘅。我整個人定在那裏，腦子裏嗡的一聲，你講乜？周演把手機放回褲袋，靠在車門上，表情沒怎麼變化，像在說一件很普通的事。你阿爸嗰間啱嘅地契係佢親手交俾陳浩嘅，唔係偷，亦唔係闖。你點知？我查過。周演從口袋裏摸出煙盒，抽出一根雕像，這次真的點了火，吸了一口才繼續說。上個月振浩揾我合作嗰陣，我已經叫人跟咗佢成個月。佢去過你屋企3次，每次你阿爸都喺屋企。最後一次佢離開嗰陣，手上多咗個牛皮紙信封。你阿爸送佢到門口，2個人仲喺樓道度傾咗陣。我喉嚨發緊，我阿爸冇理由，奸陰係佢嘅命，係唔係佢嘅命？你問佢自己先知。周演把煙盒滅在車窗外，彈進路邊的垃圾桶裏。我送你返去。返邊度？你屋企。你阿爸阿媽應該飲完茶返咗去。車子重新啟動，我坐在副駕駛，腦子裏翻嚟覆去全是周演那句話。地契係你阿爸親手俾佢嘅，我巴那個人守了一輩子那間庵，連機器換新都捨不得，每次買新設備都要在車間轉10幾圈。他把地契給振浩，為什麼？車停在我家樓下，周演沒熄火，我唔想去了，你自己問清楚。我推開車門，腳踩在地上的時候有點遠，爬上3樓，門虛掩着，裏面傳來我媽看電視的聲音。播的是午間新聞，女主播聲音很平。我推門進去，我爸坐在沙發上，面前茶幾上放着一壺新泡的鐵觀音，茶杯裏冒着熱氣。他看見我進來，指了指對面沙發，坐。我坐下，盯着他，阿爸，地契係你俾振浩嘅？我爸端起茶杯的手讀了一下，茶水放出嚟幾滴，落在茶几玻璃面上。我媽從廚房探出頭，手裏旋拿着抹布。咩地契？我爸放下茶杯，沒看我，看着窗外，係一個字，像一塊石頭砸在我胸口。點解？佢話有個大項目要資金周轉，用奸陰做抵押借800萬，3個月之內翻倍船。佢講你就信？佢係你揀嘅人，我點解唔信？我爸轉過頭看我，眼睛底下全是紅血絲，像一整晚未睡。你同佢3年，你話佢老實踏實，對你好。我60歲人，你阿媽成日催你離婚，我義你對佢死心塌地。佢話要奸陰做抵押做項目，我點拒絕？我脹了張嘴，一句話都說不出來。我媽從廚房衝出來，抹布摔在地上。你傻咗啊？地契你俾佢？你連問都冇問過我哋？問你有咩用？你知咩？我爸聲音也大起來，佢講得好清楚，個項目係同周演合作，贏咗就翻倍，輸咗最多食3個月利息。我個女同佢3年，我點估到佢會走佬？我深吸一口氣，你知唔知振浩同周演係死對頭？佢話係生意上嘅競爭對手，但係呢次有機會合作，佢呃你。我爸不說話了。屋子裏安靜得只剩電視機裏女主播的聲音，遇着什麼颱風路徑。我站起來，走到窗邊，背對他們。阿爸，你俾地契佢嗰日，佢有冇話你知？
佢已經同我準備領證。佢有冇話你知領證之後奸陰就係我哋兩個嘅？有，所以你信佢？我爸沒再出聲，我轉過身，看着我媽站在茶几旁邊，眼睛紅紅的，嘴唇吻得很緊。媽，你知唔知呢件事？我點知？你阿爸從來唔會同我講陰嘅嘢，嗰間陰係佢嘅命，我連計數都唔俾我睇。我媽睡着越着聲音就變了調，我走過去拉住他的手，你哋兩個聽住。振浩走咗佬，800萬佢攞走咗，奸陰而家係我同周演嘅事，你哋唔使再擔心林永東上門，周演搞掂咗。我爸抬起頭，周演肯幫你？我同佢離婚，條件寫好晒，奸陰怪我，唔關佢事。佢咁好死？佢要振浩手上嘅嘢。我爸沉默了幾秒，忽然問：振浩手上揸住周演咩把柄？呢個你唔使理。你係我個女，我點解唔使理？因為呢禪嘢你搞唔掂。我聲音冷下來，阿爸，你信振浩，搞到奸陰差啲冇咗。呢次你信我？我爸嘴唇動了動，最終未再越一個字。我媽拉我進廚房，關了玻璃推拉門。你個女，你同我講真話，周演到底係乜人？做電子元件生意嘅，振浩同佢有仇。佢唔會害你？協議簽晒，公證做咗，佢害我冇着數。我媽盯着我看了很久，突然伸手摸了一下我額頭，你瘦咗。我鼻子一酸，硬別回去。媽，你放心，我搞得掂。你從小到大都係咁，乜都自己講。當初振浩追你嗰陣，你話你中意佢，我反對過，你話你搞得掂。而家今次真係搞得掂。我推開玻璃門出去，拎起包，我去啱睇下。你食咗飯未？我媽追出來，未餓。我下樓的腳步很快，走到樓道口，那輛卡宴居然旋停在原地。周演靠在前車盒上，手裏夾着第二根煙，看見我出來，把煙合了，問清楚。點樣？佢親手俾嘅。振浩佢話同你合作。周演冷笑一聲，我同佢合作？佢黐線。你而家知佢手上揸住你乜嘢把柄未？知。周演拉開車門，上嚟，帶你去個地方。車子開了1個多小時，出了市區，沿着一條兩車道的水泥路一直走，兩邊全是一間間搭着鐵皮頂的小作坊和倉庫，最後停在一個工業區門口，鐵門上掛着一個掉了漆的招牌，永泰電子鵪。我間鵪。周演悅，我跟着他走進去，車間裏機器轟隆響，10幾個工人在流水線上焊電路板，空氣中一股松香和汗色的味道。周演帶我穿過車間，上2樓一個辦公室，門上貼着總經理3個字，字都褪色了。辦公室不大，一張舊辦公桌，一台電腦，一個鐵皮文件舉，窗台上放着一盤快枯死的綠蘿。周演從文件櫃裏抽出一個文件夾，丟在桌上，睇下。我翻開，裏面是振浩和周演大學時期的合影，旋有幾封手寫信，字跡是振浩的。內容是當年東城貿易那單生意的納幕，振浩在信裏寫東城貿易那筆訂單，周演本來已經談好了，但振浩私下找到林永東，壓了3個點報價，截了胡。關鍵是周演當時已經和林永東簽了意向書，振浩截胡的手段涉及商業機密洩露，佢手上揸住呢啲嘢？我問，唔止。周演拉開抽屜，又拿出一個信封。仲有呢份，我打開一看，是一份合同複印件，周演公司的採購合同，上面有周演的簽名和公章，但下面多了一行手寫的批注，寫着回扣10%，以現金支付。呢份係假嘅？我抬頭看他，我冇簽過呢份嘢，但係上面個公章係真嘅，簽名係佢模仿嘅。如果佢攞呢份嘢出去，我成間公司都會俾人查。我讚着那份複印件，指邊個進掌心，佢幾時做嘅？
大概2年前，嗰陣佢仲喺你間庵做業務，但係已經私下接觸過我公司嘅供應商。你點知？嗰個供應商後來同我講了，佢話鄭浩揾過佢，叫佢簽一份假合同，話係幫我做嘢。個供應商唔肯，但係鄭浩已經影咗相，所以你一直知佢想搞你。周演靠回椅背，雙手交叉放在桌上，我知，但係我冇證據。佢手上嗰份複印件係真家伙，我告佢冇用，因為上面個公章係真嘅，佢可以話係我簽嘅，所以你要我幫你攞返呢份嘢。係，你係佢女朋友，你驗過佢擺啲文件喺邊？你等我3年，就係為咗呢份嘢？周演看着我，眼神很靜，一開始係，後尾唔係。我沒接話，後尾係咩？你唔使知。他把文件夾和信封收回抽屜，鎖好。而家鄭浩走咗佬，份嘢佢應該帶咗喺身，但係佢唔會咁快攞出嚟用，因為佢要留返做籌碼。籌碼？佢喺泰國，有人接機。我查過，接機嗰個人係林永東嘅細佬林永南。林永東借800萬俾鄭浩，林永南喺泰國接佢。你估佢哋兩兄弟想點？我心裏一沉，佢哋想喺泰國做交易。鄭浩用份假合同同林永東換錢，聰明。周演站起來，走到窗邊，看着樓下車間。林永東借800萬俾鄭浩，間啱做抵押，但係鄭浩走佬，抵押無效，林永東食本。佢細佬喺泰國接鄭浩，可能係想捉佢，亦可能係想同佢做另一禪交易。如果鄭浩用份假合同同林永東換錢，林永東就可以用份合同搞你。你公司一查，定禪流失，資金鏈斷裂，林永東食你家庵。全中。我站起來，走到他旁邊，看着樓下流水線上那些工人，一個個低着頭乾活，看窗火花一閃一閃。你要我點做？你唔使做乜。你嫁咗俾我，鄭浩一定會知。佢最憎我，知你嫁俾我，一定會返嚟。你肯定？我肯定。佢呢個人，輸乜都唔會輸面。我看着他側臉，忽然覺得這個人比我想象中複雜得多。你一開始等我打電話俾你，就係算準咗鄭浩佢走佬？我算唔到佢走佬，但係我算到佢自早佢露出馬腳。你打唔打電話俾我，我都有辦法搞佢。但你打咗就唔同。有咩唔同？周演轉頭看我，嘴角微微勾了一下。你打俾我嗰陣，着住件紅旗袍，坐喺民政局門口。你第一個電話唔係打俾你阿爸阿媽，唔係報警，係打俾我。你信我？我被他唬得靈了一下。我唔係信你，我係冇得揀。你大把得揀。你可以報警，可以揾律師，可以自己講，但係你揀咗我。我沒再反駁，因為他唬得對。我確實可以報警，可以找律師，可以自己想辦法。但3年來鄭浩喝醉酒語的那些話，那些關於周演公司的灰色納幕，我全都記在心裏。我潛意識裏早就知道，有一天我會用上這些東西，只是沒想到會用這種方式。落去睇下你家庵。周演說，順便食個飯。車間旁邊有個小食堂，幾張折疊桌，塑料凳，牆上掛着一台老舊的風扇，嗡嗡轉。一個半阿姨從廚房探出頭：周生，食咩？2碟豉油雞飯，例湯。飯端上來，豉油雞切得整整齋齋，醬色很濃，配了一碟薑蔥。我拿起筷子吃了一口，雞肉很嫩，醬汁鹹中帶甜。你家庵生意點？我問。一般。去年食咗少少。鄭浩份假合同如果爆出嚟，佢蝕幾多？成間庵都食埋。我放下筷子，所以你幫我保間庵，實際上係幫你自己保命。周演夾了一塊雞放進嘴裏，慢慢嚼完，
係，所以大家係一條船上嘅人。你早講你仲拒嫁我？我看着他，忽然笑了一下。拒。周演筷子讀了一下，點解？因為除咗你，冇人拒同我企喺一邊。他看了我幾秒，低頭繼續吃飯，快食，食完返去開工。開咩工？你奸庵！你阿爸成個月冇管過事，啲禪亂晒龍，你返去執一執。我怔住，你點知我奸庵亂？你奸庵上個月出過一批貨，規格錯晒，客戶退貨，食咗15萬。振浩壓住冇同你講。15萬？你阿爸唔知，工人冇人敢出聲。你返去第一件事換咗個倉管。我深吸一口氣，把那碟飯扒完，連例燙都喝乾了，走。返到五金庵已經下午3點，看門的老李頭看見我從周演車裏下來，眼睛瞪得老大。亞敏，你點解同周生？老李，開門。老李頭手忙腳亂按了遙控，鐵門加吱滑開。我走進去，車間裏5台車床在轉，3個工人在操作，另外2個在打磨。地上堆着半成品鋁件，灰塵很大。倉管是個40多歲的男人，姓黃，振浩招進嚟的，戴一副金絲眼鏡，看起來斯斯文文。他看見我進來，迎上來。亞敏，你黃叔上個月出嗰批貨，邊個經手？黃叔推了推眼鏡，臉色變了一下。嗰批貨係陳生親自跟，邊個罰嘅貨？你點解唔核對規格？振生話趕時間。振生叫你去死，你去唔去？我聲音不大，但車間裏所有人都停下了手裏的活。黃叔臉色一陣紅一陣白。亞敏，你聽我這事，你聽我講。我走到他面前，你今日開始唔使再做倉管，工資照罰到月底，你執嘢走。黃叔愣了2秒，猛地轉頭看了一眼車間角落那台監控。亞敏，你唔可以咁。我點解唔可以？奸庵係我阿爸嘅，而家係我嘅。你幫振浩發納貨是15萬，呢條數點記？黃叔嘴唇囉嗦了幾下，最後雜麼都沒越，轉身走進倉庫，很快拎了一個塑料袋出來，頭也不回走了。車間裏安靜得只剩機器空轉的聲音。我走到車間中間，對那幾個工人說：上個月蝕嗰批貨係我冇睇實，唔關你哋事。但係從今日開始，所有出貨單我要逐個簽名，冇我簽名唔准發貨。工人們互相看了一眼，一個老車工開口：亞敏，振生呢？振浩走咗佬，以後奸庵我話事。未人再出聲，周演一直靠在車間門口，雙手插兜，看着我處理完這一切。我走過去，壓低聲音：你係唔係早就知黃叔有問題？佢係振浩安插嘅人。你唔早講？早講你信？我沉默了一下，係早講我唔信。振浩跟我在一起3年，甜言蜜語哄了我3年，我覺得全世界都賄害我，唯獨他不賄，結果全世界都睇得清清楚楚，只有我核。多謝你。我越唔使。我哋係夫妻，你唔記得？他這句話碎得雲淡風輕，但那個夫妻2個字落在我耳朵裏，沉甸甸的。從民政局門口那個電話開始，到現在不過24小時，我已經嫁給了振浩的死對頭，趕走了陳浩安插的倉管，接手了瀕臨倒閉的庵。而振浩此刻在泰國某個地方，手裏賺着800萬，船有一份可以毀掉周演的假合同。周演，我叫他名字。陳浩一定佢返嚟，但係佢返嚟之前，我要做一件事。咩事？我要查清楚佢到底係幾時開始記彎呢一切。周演看了我一眼，從褲袋裏掏出一把鑰匙，遞給我。呢把係佢之前租嘅一個工作室鎖匙，喺建設路3樓。你去睇下，可能有嘢留低。我接過鑰匙，金燭冰亮。你點解佢有？
佢退租嗰陣，房東揾唔到佢，打咗我電話，因為佢填緊急聯繫人，寫咗我個名。我讚緊約詞，轉身就往外走，周演在背後喊了一句：開車去。我沒回頭，只擺了擺手。建設路那棟舊樓叫華興大廈，90年代的寫字樓，外牆貼的綠色玻璃幕牆掉了一半，剩下的一半蒙着厚厚的灰。我按地址找到3樓，走廊燈壞了2盞，剩下一盞日光燈管吱吱響，光線白慘慘的。309室鐵皮門上貼着恒泰貿易4個字，字是那種街邊打印店做的即時貼，邊角已經捲起來了，鑰匙插進去轉了2圈，咔嗒一聲開了，裡面大概20平方，一張辦公桌，一把轉椅，一個鐵皮文件舉，牆角堆着一箱礦泉水，地板上全是散落的 A4 紙，空氣裡有股霉味，窗戶關着，窗簾拉了一半，我開了燈，日光燈閃了幾下才亮起來，照出桌上積了薄薄一層灰，辦公桌上有個煙灰缸，裡面有5、6個煙頭，其中一根口供印存在，顏色很艷，我盯着那口紅印看了幾秒，掏手機拍了個照，然後拉開抽屜，第一個抽屜空的，第二個抽屜有幾支筆和一個舊計算器，第3個抽屜鎖着，鎖是老式的那種掛鎖，我找了半天沒找到鑰匙，最後從桌上撿了一支圓珠筆，把筆帽拆了，用那節塑料管子捅了幾下，居然捅開了。我估計鄭浩也沒想過有人會用這種蠢辦法開他的鎖。抽屜裡面有一個牛皮紙信封，鼓鼓囊囊的。我拆開，裡面是一沓照片和一份打印出來的微信聊天記錄。照片上的女人我認識，叫羅曉文，鄭浩的前同事，以前在我們啱做過半年財務，後來走了。聊天記錄時間顯示半年前，內容露骨得我手抖。鄭浩發給羅曉文的語音轉文字，我一跳跳往下翻，看到他寫等搞掂間音，我哋一齊走。我站着那沓紙，站在那間又小又悶的房間裡，忽然覺得自己像個傻瓜。3年，我跟鄭浩在一起3年，他每天都在我面前演一個老實巴交的好男人。晚上睡前旋繪給我熱牛奶，原來他半年前就已經計劃好了。我繼續翻，信封底部旋有一張銀行卡，招商銀行的，卡背面貼着一張便簽紙，上面寫了一個6位數字。我把卡和便簽紙也拍了照，然後把所有東西原樣放回信封，塞回抽屜，重新掛上那把鎖。走出工作室的時候，我腿有點軟，扶着走廊牆壁站了一個人，日光燈在我頭頂吱吱響，走廊盡頭那扇窗戶透進來傍晚的吉色陽光，把地上的灰塵照得清清楚楚。我撥了周燕的電話，點？我揾到啲嘢，佢有第2個人，財務部羅曉文，半年前已經同佢一齊。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，羅曉文走咗嗰個財務？佢應該知鄭浩啲嘢，我估係，佢哋2個應該一齊計劃咗好耐。你而家喺邊？建設路，準備走。你唔好走住，我20分鐘到。周演到的時候天已經暗了，樓道裡那盞日光燈照得人臉色發青。他看了一眼那間工作室，沒進去，靠在走廊牆上問我：你喐過啲嘢未？影咗相，卡我冇攞。聰明，呢度我安排人睇住，你聽日去銀行查賬卡。你知唔知羅曉文住邊？知，佢搬咗屋，而家住喺城南康樂花園。你連呢個都查？佢辭工之後2個月，我揾過佢一次，想知鄭浩搞緊咩？佢唔肯講，但係我知佢住邊。你當時點解唔查落去？周演看了我一眼，走廊燈光打在他臉上，半邊亮半邊暗。因為佢後來同我講咗一句嘢。咩？佢話鄭浩唔愧係你對手，因為鄭浩手上揸住你條命。我嗰陣唔明，後尾先知係份假合同。所以羅曉文知份假合同？佢應該知，但係佢幫鄭浩做嘢，唔佢同我講。我站直身體，把手機收進褲袋。我而家去揾佢。你一個人？你車俾我。
周衍逃了車鑰匙遞過來，手指在我手背上停了一瞬，小心啲。康樂花園是城南一個老小歐，樓間巨窄，綠化帶裏種着半死不活的冬青。我照着周衍給的地址找到6棟3樓，門鈴按了2下，裏面傳來拖鞋啪嗒啪嗒的聲音，門開了一條縫，防盜簾掛着，露出半張臉。羅曉文穿着居家 T 恤，頭髮隨意紮着，看見我的那一刻，表情從疑惑變成慌亂，又從慌亂變成一種硬撐的鎮定。阿敏，你開門，我同你傾幾句。我唔方便，你方便。我一隻手抵住門板，你唔開門，我就企喺呢度嗌到你成棟樓都知你同鄭浩做過乜。羅曉文臉色白了，猶豫了幾秒，啪一聲關了門，然後防盜簾嘩啦響，門重新打開。客廳不大，沙發上扔着2個抱枕，茶几上放着一杯喝了一半的奶茶，電視開着，正在播港劇。他站在玄關，雙手抱在胸前，防備地看着我。你揾我做乜？鄭浩走咗佬，你知唔知？羅曉文抿了一下嘴唇，沒出聲。你同佢一齊半年，佢寄娃咗半年，佢走佬之前有冇同你講？羅曉文，你之前係我哋啱財務，我代你點，你自己心知肚明。你生日我請你食飯，你亞馬住院我批你半個月假，工資照出。你點對我？羅曉文低下頭，手指刨着 T 恤下擺。阿敏，對唔住，我唔要你講對唔住，我要你講鄭浩到底寄娃咗幾耐，仲有冇其他人，佢哋仲有咩手腳？羅曉文抬起頭，眼眶有點紅。佢半年前開始寄娃，佢話你阿爸間庵雖然細，但係地皮值錢，拆咗起樓賺幾千萬，佢要攞咗間庵，然後同你一齊走。羅曉文不碎話了，默認。除咗間庵，佢仲有冇搞其他嘢？有，佢用你個名開咗2間公司。我滾身一僵，用我個名？係，佢話用你身份證複印件去註冊嘅，法人代表係你。一間貿易公司，一間投資公司。註冊咗幾耐？半年前。呢2間公司做咩生意？羅曉文咬了咬嘴唇，聲音越來越小。貿易公司係空殼，但係過咗幾筆數，每筆幾十萬。投資公司佢用嚟買咗2個鋪位喺增城。我站在那裏，後脊梁一陣發亮。鄭浩用我的名字開了2家公司，過了數，買了鋪，而我怎麼都不知道。如果這些公司出了事，法律責任全在我頭上。點解你而家先講？我以為佢真係佢同我一齊走。佢話攞到錢就帶我去泰國，佢有冇帶你去？羅曉文眼淚終於掉下來，他抬手擦了一下，吸了吸鼻子，冇。佢走嗰日，我打俾佢，佢電話已經關機。你知唔知佢喺泰國邊度？唔知，但係佢之前提過一句，話林永南喺曼谷有間餐廳，叫好運嚟，佢哋約好喺嗰度見面。好運嚟，我把這個名字記在心裏，又問佢用我身份證複印件註冊公司，你手上有冇相關文件？羅曉文轉身走進房間，過了一會人拿了一個文件袋出來，呢度係部分資料，佢放喺我度嘅。我接過文件袋，拉開拉鏈看了一眼，裏面有幾份公司註冊證書、銀行開戶文件和一些轉賬記錄。你點解佢留低呢啲？羅曉文低頭，聲音很輕，因為我怕佢越做越大，我驚有一日出事，佢推我出去頂，所以我偷偷複印咗一份。我看着他，忽然覺得眼前這個女人又可恨又可憐。你而家打算點？我唔知，我唔敢報警，佢手上仲有我啲嘢，佢有你咩嘢？羅曉文抬起頭，眼神閃躲。我幫佢轉咗幾筆數，用我個私人戶口。如果查起嚟，我都走唔甩。我深吸一口氣，你忍住，你而家同我合作，我保你無事。但係如果你再瞞我
我第一個交你出去。羅曉文拼命點頭。我講，我乜都講。我拎着文件袋從康樂花園出來，天已經全黑了。路燈把小歐門口那棵榕樹的影子拉得很長。我坐進車裏，把文件袋放在副駕駛，然後撥了周演電話。喂，羅曉文全講了。鄭浩用我身份證開咗2間公司，一間貿易，一間投資，過咗數仲買咗鋪。佢哋約好喺曼谷一間叫好運來嘅餐廳見面，係林永南嘅地方。周演那邊安靜了2秒，你返嚟先，我哋當面傾。去邊度？永興茶餐廳。我開着周演的車回到民安路的時候，已經快晚上9點了。永興茶餐廳還開着，裏面稀稀拉拉坐了幾桌人。老闆看見我進來，擰了一下，周生等緊你。周演坐在老位置那個卡座裏，面前放着一杯凍檸茶，吸管沒動。我坐下來，把文件袋放在桌上推過去，他打開，一份一份看，表情越來越冷。2間公司，法人代表係你，監事係佢自己。周演把文件合上，佢用你呢個名走咗幾筆數，如果呢2間公司被人查，你上身。我知，你知仲企喺度？你而家要即刻做嘅係去工商局備案，聲明呢2間公司係被人冒名註冊。我聽日去，聽日唔得，而家去，我同你一齊。他說完就站起來，把凍檸茶剪拍在桌上。老闆，走先。我跟着他出了茶餐廳，夜風迎面吹過來，帶着燒烈鋪關門前的最後一點油膩氣。周演，我叫住他，他回頭。你咁幫我，淨係為咗份假合同？我講過，我等你3年。你等嘅係一個可以幫你搞掂鄭浩嘅人，定係我？周演站在路燈底下，橘黃色的燈光從頭頂照下來，他看着我，眼神比任何一次都認真。我等嘅係嗰日喺永仁茶餐廳門口買奶茶，笑得好開心嗰個女仔。你信唔信都好，係事實。他越完轉身走向車子，留我一個站在路燈下。夜風把地上的落葉捲起來又放下去。我攢緊了手裏的文件袋，跟上去。工商局的夜班窗口旋開着，我拿着身份證和資料，填了申報表，把2間公司的冒名註冊備案做了。值班的大姐掃了一眼資料，皺着眉頭問我：你呢2間公司已經過咗數，你知唔知？知。你最好報警備案，唔係以後出咗事，你呢份聲明未必頂得住。我佢衝工商局出來已經快11點了，我站在台階上，周演靠在車旁邊抽煙，煙頭在黑暗中一明一滅。搞掂？備案做咗。佢話最好報警，報警可以，但係報警之後，鄭浩就知你喐咗手，佢可能唔會返嚟。佢一定會返嚟。我越佢呢個人輸乜都唔會輸面。我嫁咗俾你，佢唔會忍得耐。周演把煙合了，拉開車門，上車，送你返去。車開到我家樓下，我沒急着下車。周演，聽日我去銀行查賬卡，然後去增城睇嗰2個鋪位。我陪你去。你唔使做自己生意，我間啱食緊剪，陪你可能仲有着數。我笑了一下，第一次在他面前笑出聲。好，聽朝8點你嚟接我。我推開車門上樓，走到3樓的時候，從樓梯轉角往下看了一眼，那輛卡宴船停在樓下，車燈亮着，周演沒走。我站在黑暗的樓道裏，手裏攢着那個牛皮紙信封和文件袋，兜裏旋取着那把工作室的鑰匙。3天前我旋在等一個不潰麗的男人領證，而今天我已經嫁給了他的死對頭，拿到了他所有的把柄。備案了2家冒名公司，知道了他在曼谷的落腳點，但他也拿走了我阿爸的地契，拿走了我3年的感情，拿走了我原本以為會有的安穩人生。這筆賬我會一分一分算清楚。第2天早上7點半，我換了件深藍色襯衫，把頭髮紮起來，背了個帆布包下樓。那輛卡宴已經停在老位置了。
周演沒在車裏，靠着車門喝一杯便利店買的豆漿，另一隻手裏捏着個塑料袋，裏面裝着兩個菠蘿包。他看見我下來，把塑料袋遞過來，食早餐。我接過嚟，豆漿全是燙的，菠蘿包外皮酥得掉渣。你幾點起？我問。6點。他拉開車門，上車，先去醫院查卡。招商銀行在建設路拐角，開門剛剛5分鐘，大廳裏沒什麼人。我把那像背面貼了密碼的卡遞給櫃台，舉暈刷了一下，屏幕上彈出來的餘額讓我整個人都定住了。320碼，我盯着那個數字看了好幾秒，以為自己眼花。小姐，舉暈又叫了一聲，呢張卡係你本人嘅？唔係，唔係本人。你點解有？我報案。我掏出手機，當場撥了報警電話。衝銀行出來的時候，陽光已經烈了，刺得人眼睛發花。周演站在門口的柱子旁邊，煙夾在手指間未點。幾多？320碼。周演微心跳了一下，佢借咗800碼，卡上得320碼，其他剪去咗邊？買咗鋪，仲有轉走咗。我查咗轉賬記錄，半年前佢已經開始從呢張卡轉剪去另一個戶口，每個月轉10幾碼，細水長流。另一個戶口係邊個？羅曉文。周演把那根未點的煙從嘴裏拿下來，截成2截，丟進垃圾桶。佢用你身份證註冊公司走數，用羅曉文戶口收剪，用你阿爸間陰抵押借800碼，然後自己飛去泰國。呢3條線環環相扣。係，佢記咗好耐。你報警報咗未？報咗，差佬話佢立案調查。差佬查佢需要時間，呢段時間你唔可以停。周演拉開車門，走去增城。從市歐到增城開了1個多鐘頭，路上經過一大片船沒開發完的荒地，路邊豎着各種房地產廣告牌，寫着地鐵上合升值無限之類的標語。鄭浩用我名義買的那2個鋪位，在一個剛交付沒多久的商場1樓，鋪面不算大，每個大概30平方，門對門，中間隔着一條走廊，其中一個鋪位已經租出去了，肉奶茶的生意看起嚟還行，另一個鋪位空着，捲簾門拉了一半，裏面水泥地上落了一層灰。我站在走廊中間，左右看了看，佢幾錢買嘅？周演查了一下手機，2個鋪加起來180碼。呢邊鋪位市價而家幾多？差唔多，有升冇跌。如果佢係半年前買嘅，而家應該值200碼出頭。所以佢還咗林永東？未算晒，但係用咗一部分錢買鋪，另一部分轉咗俾羅曉文，剩低320碼喺卡度。準確。周演走到空鋪位門口，用手摸了一下捲簾門上的灰。佢買呢2個鋪，淨係為咗投資定係有其他用途？羅曉文話佢之前提過，話要喺增城開一間分龕，用呢2個鋪做前期。開分龕？周演皺了下眉。你間5金龕1年利潤60碼，佢邊度嚟錢開分龕？所以根本係呃人。我蹲下來，從捲簾門下面往裏面看，鋪子裏堆着幾塊裝修剩下的木料和空油漆桶。佢買鋪係為咗洗剪，用我個名買，以後就算查到追責都係追我。周演站在我身後，聲音從頭頂傳下來：你而家打算點？鋪位喺我名下。我喐咗佢，喐，剪入返我戶口，還林永東，剩低嘅留返俾龕周轉。但係鋪位用你身份證註冊，買肉要你本人簽名，你簽咗就作實咗呢2個鋪係你嘅。將來如果差佬查到鄭浩用你身份洗剪，你點這事？我站起來，拍了拍手上的灰，所以我唔佢自己喐。我佢委託律師出函，聲明呢2個鋪位係被人冒用身份購買，申請凍結交易，等立案之後由法院處理。周演看了我2秒，嘴角動了一下。你比我想象中醒。你估我3年淨係識得幫鄭浩熱牛奶？他笑了一聲，難得地笑出聲，行，
反是歐，我幫你約律師。回程路上，周衍一邊開車一邊打了一個電話，約了個姓楊的律師下午2點在律所見面。掛了電話之後，他說：楊律師專打經濟犯罪同資產追討，我以前同佢合作過，信得過。你以前都被人冒用過身份？冇，但係試過俾人呃過一單貨，食咗60萬，佢幫我追返。你都有被人呃嘅時候？我係人，唔係神。周衍單手打方向盤轉彎，側臉在午後陽光裏線條很硬。震浩呢禪嘢，我承認我漏算咗一樣。咩？我冇估到佢用你身份證開公司。他轉過頭看了我一眼，呢樣嘢連我嘅人都冇查到。佢做得好密，所以你之前講我等咗你3年，其實你嘅人跟咗我3年。周衍沉默了幾秒，一半一半。我嘅人跟震浩，唔係跟你，但係你同佢一齊，自然都會喺視線範圍內。你嫌我買奶茶嗰次，係你嘅人影到？係。嗰日我親自去永興食飯，我嘅人話俾我知震浩同女朋友喺度。我出門口嗰陣，啱好見到你買完奶茶轉身。你記住我件衫？白色連身裙，領口有啲藍色小花。他閱完讀了一下，你當時笑得好開心。震浩喺你後面幫你攞住把遮。我轉過臉看窗外，車子正經過一段兩邊種滿榕樹的路。樹蔭一片一片從車窗上滑過去，明暗交替。你記得咁清楚？我記性一向好。車子進了市區，停在律所樓下。楊律師是個40出頭戴金絲眼鏡的女人，說話很快很乾脆。看了我帶來的所有資料之後，推了推眼鏡，說：你呢時嘢唔難搞，但係要快。冒名註冊、盜用身份證、洗剪，3樣嘢夠震浩坐幾年。問題係你而家要喺差佬立案之前，將你名下所有疑似被冒用嘅資產全部申報凍結，唔係佢轉走你就追唔返。我申報咗2間公司同2個鋪位，仲有一張卡。卡入面啲錢呢？我報警之前未喐過，而家應該凍咗。好，我幫你出一份正式律師函，帶去工商局同銀行，同時抄送公安局經偵大罪。你簽個字，我今日就發出去。我在楊律師遞過來的文件上簽了名，不沾挖過紙面的時候手很穩。衝律所出來已經下午4點多，太陽開始往西沉，照得整條街都泛着暖融融的吉色。我站在門口忽然覺得餓，才想起來中午沒吃飯，去食嘢。周衍說：去邊？永興。車子又開回民安路那家茶餐廳。老闆看見我們倆一起進來，這回沒再靈，直接招呼老偉。今日有新鮮花蟹做避風塘。好。周衍坐下，把菜餽推給我，你加個菜。我點了一碟椒鹽魷魚和一碟蒜蓉炒菜心。菜端上來的時候，避風塘花蟹的蒜香混着辣椒味卜了一桌子。我夾了一塊蟹鉗，肉很緊實，炸得連殼都酥了。陳浩其實好憎你。我邊剝蟹邊說：我知。佢每次提起你都要鬧2句，話你闖佢生意，話你背後搞小動作，話你唔夠朋友。佢自己截我胡，反過嚟話我闖生意。周衍剝了一隻蝦放進嘴裏，佢呢個人錯永遠係人哋嘅，但係你一直冇喐佢，我一直等機會。周衍放下筷子，端起茶杯喝了一口。佢手上份假合同一日喺度，我喐佢就等於自殺，所以我等佢自己露出馬腳。你等咗3年，如果我一直唔打俾你，你等幾耐？周衍放下茶杯，看着我，等到佢喐手為止。佢一定會喐手，因為佢貪。你覺得佢幾時潰返？好快。周衍用手指在桌面上點了2下，佢帶咗800萬去泰國，以為可以逍遙。但係林永東2兄弟唔係善男信女，佢哋借得錢出嚟就收得返。震浩喺泰國有人接，但係嗰個人係林永南，
你估林永南會點對佢？軟感？可能。如果佢唔肯交出份假合同或者旋剪，林永南會扣住佢。但係鄭浩呢個人最叻就係呃人，佢會想辦法甩身。甩身之後呢？之後佢一定會返嚟。周演靠在沙發背上，眼神冷下來，因為佢知我同你裂咗婚，佢忍唔住。我放下筷子，端起面前那杯凍檸茶，吸了一口，檸檬的酸混着茶的濕，味道很衝。周演，如果我同你裂婚係一場戲，演到幾時？周演看着我，沒回答。你份婚前協議寫得好清楚，鄭浩還錢，抵押解除，婚姻自動解除。我越，但係如果陳浩一直唔旋剪呢？佢會旋。你咁肯定？因為佢唔旋，你就唔會離婚。你唔離婚，我就一直係你老公。你覺得佢忍得？我被他越得一熱，你係咁打算嘅？周演把最後一隻蝦剝完，放進我碗裏食嘢。凍檸茶飲晒未？再叫一杯。他沒回答我的問題，我也沒再追問。有些話點到為止，再問下去就沒意思了。吃完飯天已經暗了，周演送我回家，車停在樓下，我正要推門，他忽然開口：聽日你有咩安排？去開工，成個月冇理過，啲禪堆到天花板。我陪你去，你唔使反自己我間食緊剪，多我一個唔多，少我一個唔少，陪你仲實際。我看着他黑漆漆的車廂裏，他的臉只有儀表盤的一點微光照着，輪廓模糊但眼神很亮。周演，你究竟當我係合作夥伴定係老婆？他讀了2秒，你話呢？我唔知，唔知就慢慢諗。他伸手把副駕駛的門推開，上去早啲瞓，聽朝8點接你。我下了車，走進樓道，上了3樓，逃出藥池，開門，客廳燈亮着，我媽坐在沙發上織毛衣，我爸不在，阿爸呢？喺房瞓咗。佢呢2日冇點食嘢，心情唔好。我媽放下毛衣，看着我，你今日成日去咗邊？處理啲嘢。媽，我有件事同你講。咩事？我坐下來，把鄭浩用我身份證開公司、買鋪位、轉剪的事簡闡講了一遍。我媽忍着聽着，臉色越來越白，最後手裏那根無線鉗掉在地上，骨碌碌滾到茶几底下。佢個畜生！我已經報警同揾律師搞緊，你放心。你一個人搞唔搞得掂？有人幫我。我媽看着我，眼睛轉了一下。周演，佢對你幾好？佢對我好唔好唔重要，重要係佢幫我搞掂件事。我媽彎下腰，把無線鉗從茶几底下撿出來，攢在手裏捏了一個人。忽然説：你個女，你同阿媽講真話，你同周演真係淨係合作關係？我看着他，張了張嘴，沒語出話嚟。我媽嘆了口氣，沒再問，重新拿起毛衣繼續織。我哋呢啲做阿媽嘅，淨係想你幸福。你以前覺得鄭浩會俾到幸福你，結果係咁。而家周演，你自己睇清楚。我站起來，走過去抱了他一下。媽，我知就好。去沖涼瞓覺，聽日仲要開工。我進了房間，關了門，靠在門板上站了很久，手機震了一下。周演發來一條短信：到了。瞓覺。我回了一個字，然後把手機扔在床上，整個人倒下去，盯着天花板那條裂紋。從領證那天到現在，第4天了。我經歷了報警、立案、簽婚前協議、查卡、找羅曉文、備案公司、委託律師、申報資產。而鄭浩，那個曾經在我枕邊睡了3年的人，此刻在泰國某個叫好運嚟的餐廳裏，不知道正對林永南那張臉編雜麼謊話。但我知道他一定會回來，因為我是他記娃裏最大的一顆棋子。一旦這顆棋子反了水，他整盤棋就廢了。他
他不愧允婦這種事發生，而我正在等他回嚟。第二天一早，周演照例8點等在樓下，我拎着帆布包上車，包裏裝着一沓楊律師昨天給的資料複印件。車子開出小歐，我開口說：先去庵裏，有幾個老客戶要打電話。周演沒多說，把車往庵的方向開，到了五金庵門口，老李頭看見周演的車，這回反應快多了，直接按了遙控開門。我走進車間，機器已經轉起來了，工人們各自在崗位上。那個老車工看見我，招手喊了一句：阿敏，有賬單你要睇下。我走過去，他遞過來一張傳真紙，上面是上個月一個老客戶的定錢確認，寫着規格3.2厘，數量5000，但下面手寫備註了一行字：按舊規格4.0厘發貨，差價另議。呢個備註邊個寫嘅？我問。振生。老車工壓低聲音，佢話同個客戶傾好咗，改規格出貨，差價私下俾佢。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。振浩在庵裏1年，明面上管業務，背地裏做的手腳恐怕比我想象的船多。我把傳真紙折好放進包裏，以後所有定錢確認要經我手，任何改規格、改數量，冇我簽名唔准出貨。收到。老車工點點頭，轉身回去乾活。我在車間轉了一圈，檢查了原材料庫存和成品堆放鈎，發現有幾批貨堆了大半個月船沒發，叫嚟發貨組一問，於是陳浩走之前簽過出貨銜，但財務那邊沒放款，所以壓着沒發。邊個財務？申請嗰個阿玲。阿玲是振浩走後我臨時讓財務公司派嚟頂班的，我對她印象不深。走到財務室推開門，一個20出頭的女孩坐在電腦前，看見我進來趕緊站起來。敏姐，上個月3批貨點解未發？因為振生走之前簽咗單，但係賬戶上冇錢俾供應商，供應商唔放貨，貨就發唔出。賬戶上冇錢？係。上個月底賬戶餘額得3萬幾，啲貨款全部壓住。我深吸一口氣，3萬幾，連一個月工資都不夠發。你幫我列一份應收賬款清闡，所有欠我哋錢嘅客戶，逐個打電話催。阿玲點頭，手指在鍵盤上敲得飛快。周演靠在財務室門口，雙手抱胸，聽完我處理完這些事，低聲碎了一句：你間庵資今年好緊。我知。我轉身出來，走到走廊盡頭才壓低聲音。振浩走之前已經掏空咗流動資金，啲應收賬款又收唔返，我得想辦法。你增成2個鋪位凍咗，賬卡凍咗，手頭有冇其他錢？我自己有啲積蓄，大概30萬，頂得1個月。1個月之後呢？1個月之後我間庵要重新開工。我轉過頭看他，你借唔借錢俾我？周演看着我，嘴角微微勾了一下。我借，但係有條件。咩條件？你間庵之後嘅定錢，優先考慮我嘅供應商。你供應商做電子元件，我間庵做五金，點答？答到。你哋庵有車床有沖壓，我哋有批配件外判緊俾人做。如果你哋接得到，我轉禪過嚟。我盯着他看了2秒，你係咁打算嘅？我一直咁打算。他放下手，不過之前你哋庵振浩話事，我唔配同佢合作。而家你話事，我覺得可以傾。你幫我就係為咗轉閃，幫你有幾樣着數。第一，你間庵接我閃，我成本降低。第二，你賺到剪船我。第三，他讀了一下，你欠我個人情。人情咩用？以後我出事，你幫我。我想了一下，朝他伸出手，成交。他握住我的手，手掌很乾很暖，握了一下就重開，乾脆利落。那天下午，我讓阿玲給所有欠款的客戶打了電話，有4個客戶當天就轉了賬，加起來7萬多。雖然杯水車薪，但至少這個月的工資有着落了。剩下的幾個客戶拖拖拉拉，我親自打了過去。有一個做不鏽鋼貿易的老客戶姓趙，聽我閱完情況，
嘆了口氣，阿敏，你唔知振浩2個月前已經同我哋講話奸庵要轉手，以後唔做我哋禪。佢講乜？佢話你阿爸身體唔好，你哋奸庵準備喐，叫我把剩低啲訂禪轉去另一間庵做。我啱啱轉咗2丈禪過去，你而家先同我講，我賺着電話的手指發白。趙生，奸庵冇要喐，振浩呃你。你轉走嗰2丈禪，可唔可以追返？追返？禪已經落咗庵，原料都買咗，點追？我沉默了很久，唔該你，趙生。如果以後再有咩消息，你直接打俾我。掛了電話，我靠在辦公椅上，後腦着頂着椅背，天花板上的日光燈管有一根在閃，嗡嗡響。周演坐在辦公桌對面，一直沒出聲，等我換過嚟才開口。佢挖你牆角挖咗幾耐？最少2個月。我把手機拍在桌上，佢唔單止借走800萬，仲將我啲老客戶逐個叫走。呢個庵，佢係打算食得乾乾淨淨先走。你現在有2個選擇。周演豎起2根手指，一，你慢慢重新拓客，用半年時間將流失嘅客戶拉返嚟。2，你同我合作，用我嘅客戶網絡，將你奸庵嘅產品線調整，做我供應鏈嘅一環。調整產品線要幾耐？1個月。你奸庵有設備有人，只要改模具、換材料，就做到我哋要嘅配件。技術指導我派人過嚟。1個月之後先有定禪，我點撐呢個月？我借你80萬，夠你發工資交水電買原材料。1個月後你開始供我貨，貨款越列，你船我剪。利息呢？冇利息。你貨供得準時，我就唔收息。我盯着他，忽然有點看不清這個人。周演，你究竟係生意人定係做慈善？我係生意人。他靠回椅背，我幫你，因為幫你有得賺。你奸庵如果倒閉，我呢邊就少咗一個可靠嘅供應商。你奸庵如果做得好，我以後唔使再外判俾啲唔熟嘅人。呢個叫雙贏。你同振浩鬥咗咁多年，你贏咗幾多次？一次都冇。他越因為佢手上揸住份假合同，我唔敢喐。但係而家唔同，佢走咗，你企咗喺我呢邊。你覺得我企你？你坐喺我架車度，你仲問我？我看着他，辦公室窗外午後的陽光從百葉窗縫隙裏透進來，在他肩膀上落了幾道細細的光條。好，我同你合作。我越，但係你答應我一件事。講，如果振浩返嚟，你唔可以自己搞佢。我要親自面對佢。周演沉默了幾秒，好，你發誓，我發誓。他看着我的眼睛，如果振浩返嚟，我俾你親自搞掂佢。那天晚上我留在庵裏加班，把所有的定禪、應收賬款、應付賬款、庫存明細全部拉出嚟重做了一遍。阿玲陪着我，2個人對電腦弄到晚上11點。周演一直沒走。在我辦公室外面的走廊上打了好幾個電話，聲音壓得很低，我聽不清內容。11點半我收拾東西出來，走廊燈已經關了一半。周演靠在窗邊抽煙，看見我出來把煙呷了，走，送你返去。你等咗我4個鐘，我都有嘢做。車上路之後，我靠着座椅閉了一下眼睛，再睜開的時候已經到了我家樓下。周演熄了火，沒催我下車。你累唔累？他問。累。聽日休息半日，下午再去庵。唔得，聽日仲要見個新客戶，趙生介紹嘅，做建築5金。建築5金？你間庵做唔到，改模具做得。周演看了我一眼，沒再勸。好，聽朝我陪你去。你唔使返自己公司。我公司食緊錢，食多1日唔攰死。我推開車門，下了車走了2步，又回頭敲了敲車窗。他搖下來，我彎下腰看着他越
周演，你對我咁好，我倍有壓力，有壓力先有動力。他說上去瞓覺，聽朝宴。我上樓開門進屋，客廳燈開着，我媽已經在沙發上睡着了，手裏旋賺着那件織了一半的毛衣。我輕輕走過去，把毛衣從她手裏抽出來，合在她身上，關了燈，回了房間，躺在床上翻嚟覆去睡不着。手機屏幕亮了一下，周演發來一條短信，到了，聽朝9點。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，回了一個好字，然後把手機扣在枕頭旁邊，閉上眼睛，腦海裏翻嚟覆去全是鄭浩的臉。他跟我在一起3年，每天月早安晚安，逢年過節送我禮物，陪我阿爸喝茶聊天，連我家樓下那隻流浪貓他都記得帶貓糧。他裝得那麼好，好到我以為全世界都是假的，只有他是真的，結果全是假的。連他每天早上那杯熱牛奶，可能都是演給我看的。我翻了個身，把被子蒙過頭頂。第3天一早，我去了趙生介紹的那個建築5金客戶的公司，談了將近2個小時。對方看了我們的設備清禪和樣品照片，當場簽了一筆試單，金額不大，但足夠機器轉起來。簽完合同出來，我站在寫字樓門口，把合同舉起來對太陽看了又看。周演從車裏探出頭，搞掂，搞掂。我走過去把合同帶給他看，呢張單夠我哋下個月開工。周演掃了一眼，點了點頭，有第一仗就有第二仗。你間音只要質量穩定，後面唔受禪。我坐進車裏，忽然覺得眼睛有點酸，不是想哭，是累到了吸字之後突然放鬆下來的那種酸。周演沒越話，發動車子，開了大概10分鐘，停在一家早餐店門口，下車買了一碗豬肝粥和2碟腸粉回來，食咗再反音。我沒拒絕，把粥接過嚟，一嚼一嚼往嘴裏送。豬肝切得很薄，粥底綿滑，吃下去胃裏暖了一整片。周演，你以前幫人幫到咁仔細？冇幫過，點解幫我？他轉過頭看着我，車窗外的陽光正好打在他臉上，把那雙眼睛照得很清澈。因為我中意你。他說得很平淡，像在說今日天氣幾好一樣自然。我嘴裏的粥差點噎住。你，我講咗，我等你3年。他轉回頭看着前方，你唔使而家答我，你慢慢諗。但係我講嘅係真話。我沒再說話，低頭把整碗粥喝完了。那天下午回到庵裏，我讓工人把一批舊模具拆下來改造。周演派了2個技術人運過嚟，一個下午就調好了3台機器。傍晚試產了一批樣品，質檢全部合格。老車工拿着樣板看了又看，抬頭跟我說：阿敏，呢批嘢質量仲好過之前，因為之前鄭浩攤平，用嘅原材料次一級。周演的技術人運接歌話：我哋標準高，成品自然正。我看着那批光亮的金屬配件擺在檢驗台上，忽然覺得這間庵好像開始活過來了。鄭浩在的時候，這間庵是他的提款機；鄭浩走了，這間庵才真正變成我的。我拿起一個成品配件，在手裏掂了掂，鋁合金的，邊緣光滑，稜角分明，沉甸甸的。周演，我轉頭喊他，他從車間門口走過來，逆着光，身影被夕陽拉得很長。接禪，好，我把那個配件拋給他，他伸手接住，看了一眼，嘴角翹起來，收到。接到周演那批配件訂單之後，我的5金庵整整忙了1個禮拜，機器從早轉到晚，工人3班倒，連老車工都主動留下嚟加班。我從早到晚盯在車間，看完了釘字檢核出貨閃，眼睛熬得通紅。周演的技術人運天天住在庵裏，一個姓鄭的工程師，40出頭，話不多，但每道工序都卡得特別嚴。有一批貨表面有輕微的刮痕，質檢那邊越不明顯可以過，陳工直接把整批退了，打電話給周演匯報，周演只回了一句：仲做，我唔收次貨。那批貨重做了2天，成本多花了6萬多，但出貨之後對方客戶打電話過來，語氣比之前熱絡了好幾倍，月質量比我哋原先嘅供應商高2檔，隔天就追加了一張大禪。
我拿着那杖追加禪站在車間門口，心裏越不出是雜麼滋味。鄭浩在的時候，他總跟我越過得去就得啦，到剪就算。他教我用便宜的原料，從一點的標準，快一點的速度，把利潤從每個零件裏擠出來。我信了他3年，以為做生意就是這樣。周演用一杖反攻禪告訴我，鄭浩那套全是錯的。那天傍晚下班，我最後一個走，關掉車間電閘的時候，機器轟鳴聲驟然停下，耳朵裏嗡嗡響了好一會兒。我站在黑下來的車間中央，借着走廊透進來的微弱光線，看了一眼那些沉默的鐵家伙們，他們立在那人，像是也在等一個答案。我掏出手機撥了周演的電話，喂，收工未？未，喺公司對緊數。點？想食宵夜？電話那頭安靜了2秒，永興。好。民安路那條食街晚上比白天船熱鬧，燒獵鋪收了，換了一排推車攤檔出來，賣牛雜、魚蛋、煎釀三寶的，油煙混着各種醬料的味道在空氣裏纏成一團。永興茶餐廳的綠色塑料簾子被風吹得啪響，裏面燈火通明，坐着好幾桌人。我到的時候，周演已經坐在老位子上了，面前放着一鍋滾着的粥底火鍋，旁邊一碟手切牛肉和一碟新鮮魷魚。他看見我進來，用筷子點了點對面凳子，坐。叫咗你中意食嘅。我坐下來，把外套脫了搭在旁邊的椅背上，鍋裏的粥底咕嘟咕嘟冒着泡，米香混着薑絲的辛辣味卜上來。我把牛肉倒進鍋裏涮了幾秒撈起來，蘸了醬油和辣椒圈，燙得舌尖發麻。你間啱今日點？周演夾了一筷子魷魚，追咗醬鱔，客戶追加咗一倍。我醃下牛肉，你安排嗰個陳工好犀利，自檢關口把得好嚴。佢跟咗我8年。周演放下筷子，以前我間啱都試過貪快出次貨，食咗一禪大嘅之後，我就定咗規則，質量唔達標，唔准出貨。陳工係執行呢條規則最徹底嘅人。你食過幾多？一禪食咗80麥，客戶退晒貨。我賠錢賠到差啲周轉唔到，嗰次之後我就明做工啱呢行快唔緊要，但係快得嚟要穩。你陳浩嗰套短期現剪，長期食底。我夾了一塊魷魚放進嘴裏，嚼忽然説：周演，我諗咗1個禮拜，我有個問題想問你。問？你話你中意我係幾時開始？周演的筷子讀了一下。粥底火鍋的熱氣在他面前升騰起來，模糊了他半邊臉。他把筷子擱在碗緣上，靠回沙發背，看了我一概人。3年前永興門口嗰次，我見到你買奶茶，你着住白色連身裙，紮馬尾，笑住同老闆講多謝。嗰個畫面我記得好清楚。他讀了一下，當時我啱啱同鄭浩撐完醬鱔，心情好差。你嗰個笑容忽然間令我覺得呢個世界仲有啲好嘢。你之後就記住我，我之後查咗你係邊個，知你係鄭浩女朋友之後，我冇再做過任何嘢。但我嘅人跟鄭浩嗰陣，佢順帶睇下你。你睇到我乜？睇到你同鄭浩食飯，你永遠坐喺埋牆嗰邊；睇到你行街，永遠行喺佢左邊。睇到你落雨天佢幫佢收遮。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。你係一個好細心嘅人，陳浩配唔起你。我低下頭，用筷子撥弄着碗裏那塊牛肉，肉已經煮老了，我夾起來放進嘴裏慢慢嚼。你而家同我講呢啲，係想我點？我唔想你點。周演把茶杯放下，我淨係想你知。你知咗，然後你自己決定。如果我決定呢場婚姻淨係一場生意呢？咁就係生意。他看着我，眼神很平靜。我簽咗婚前協議，你家啱貴你，你資產貴你。我唔會逼你做任何你唔想嘅事。但係你對我咁好，好到我分唔清你係做生意定係真心。兩者都有。他閱完這3個字，自己先笑了一下。我好似成日同你講呢4個字。
係，你第一次見面就咁講，因為係真話。我對你有真心，但係我亦係生意人，幫你保住間庵，幫我引入一個可靠供應商，呢禪生意我有着數。但係如果你覺得我淨係為咗生意，你低估咗我。粥底火鍋的熱氣慢慢變薄了，鍋裏的米粥收得有點乾，我放下筷子，端起面前那杯凍檸茶喝了一大口，冰化了，茶味很淡。周演，我唔敢信人。我知，振浩騙咗我3年，我連自己阿爸都信納咗。我而家睇邊個都覺得佢可能有嘢瞞我。你應該咁，你冇錯。你唔覺得煩？你覺得我煩？我看着他坐在對面，穿着件深灰色 T 恤，袖口捲到落膊肘，露出的小臂上有條不明顯的舊疤，大約3-4厘米長。唔煩。我越周演嘴角動了一下，重新拿起筷子，食多碟牛肉再走。那天晚上回到家已經過了12點，我馬船沒睡，坐在客廳裏等我。他看見我進門，放下手裏的手機站起來，你返嚟啦，有樣嘢你睇下。他遞過來一個信封，牛皮紙的，封口已經拆開了。邊個送嚟嘅？唔知。今朝開門就塞喺門縫度，冇留名。我抽出裏面的東西，是一張照片，振浩和羅曉雯坐在一間餐廳裏，背景是中文招牌，寫着好運嚟。照片拍攝角度像是偷拍的，從側面拍的，兩個人面對面坐着，桌上放着幾碟菜和2個啤酒瓶。振浩看起來瘦了一些，但表情很輕鬆，甚至船在笑。照片背面用圓珠筆寫了一行字：佢3日後返。我讚着那張照片，手有點抖。媽，呢張相你唔好同任何人講。係咩嘢？振浩喺泰國嘅相，有人俾我報信。邊個俾你？我唔知，但係佢話振浩3日後返。我媽臉色變了，一把抓住我手腕。佢返嚟做乜？佢唔係走咗佬咩？佢返嚟一定係為咗啲嘢。媽，你聽日同阿爸去惠州亞姑島住幾日，等我處理好先返。我唔走。你走。你同阿爸喺度，我分心。我媽看着我，嘴唇囉嗦了幾下，最後算是點了頭。好，我聽日同你阿爸走。但係你應承我，你有咩事要即刻打電話俾我。我應承你。回了房間，我鎖上門，把照片拍下來發給周演。不到10秒，他電話就打過來了。賬上邊度嚟嘅？門縫塞入嚟，背面寫住佢3日後返。你知唔知邊個寄？唔知，但係影相嘅角度係偷拍，光線好暗，似係餐廳監控截圖。周演沉默了幾秒，好運來係林永南間餐廳。如果係監控截圖，即係林永南自己放俾你。佢點解要咁做？佢想引你出手。振浩喺佢手上3日後離開，佢放風俾你知，等你做好準備。林永南想我哋點？我哋鬥振浩，佢睇戲。最後無論邊個贏，佢都有着數。振浩贏，佢收剪；我贏，佢唔使再同振浩糾纏。佢當自己係漁翁，係，所以我哋要快過佢。周演聲音壓得很低，你忍住，振浩返嚟第一件事一定係揾你，你唔可以禪讀現佢。我知，你答應我，我答應你。掛了電話，我坐在床邊，手裏旋攢着那張照片。振浩在照片裏笑着，那個笑容我看了3年，以前覺得溫暖，現在只覺得刺眼。3日後，我還有3天時間，3日裏我把所有能安排的都安排了。庵裏的定禪交給老車公盯着，陳公繼續駐庵做自檢。阿玲把近期的應收賬款全部理清，能催的都催了一遍。楊律師那邊發嚟的律師函全部遞了出去，工商局和經偵大罪都立了案，2個鋪位和那張銀行卡全部司法凍結。我媽帶着我爸去了惠州亞姑家，
走之前拉着我的手站了很久，最後只說了一句小心啲。周演這3天幾乎沒離開過我視線，白天陪我去庵里，晚上送我回家，自己再開車回去。第3天傍晚6點半，天旋沒黑透，我的手機響了，陌生號碼，廣州號段。我看了周演一眼，他坐在副駕駛，示意我接。喂，阿敏，那個聲音一出來，我整個人後背一緊。振浩的聲音比走之前沙啞了一點，但那股子黏糊糊的溫柔勁人一點未變。我返嚟啦，現個面好唔好？你喺邊？永興，以前你中意食嗰間，我等你。電話掛了，我站着手機看向周演，他臉色冷下來。佢約你去邊？永興。周演眉頭皺了一下。永興係公眾場合，佢唔會做咩，但係佢一定有後着。我知，我陪你去。你唔可以出面，我越你一出面，佢就唔會講真話。你坐旁邊卡座，戴埋耳機，我電話一直通住，你聽佢講乜？周演看了我幾秒，點了頭。永興茶餐廳晚上7點正是最旺的時候。綠色塑料簾子被進進出出的人牽得啪響。我推門進去的時候，振浩已經坐在老位子上了，就是以前我和他常坐的那張靠牆卡座。他瘦了很多，顴骨都突出來了，穿着一件皺巴巴的藍襯衫，頭髮長了，下巴上冒出一圈鬍臍，面前放着一杯凍奶茶，沒喝。吸管原封不動插着，看見我進來，他站起來笑了一下，那個笑容跟照片上一模一樣，輕飄飄的，像怎麼都沒發生過。阿敏，坐。我未坐，站在卡座邊上看着他。你有話快講，咁急做乜？坐低先。我哋3年感情，你連同我食餐飯都唔肯。3年感情，我重複了一遍這3個字，嘴角抽了一下。振浩，你同我講3年感情，你走佬嗰日我着住旗袍喺民政局門口等你等到天黑，你電話都冇一個，你同我講感情。振浩臉上的笑容淡了一點，但船在撐着。我知我走嗰陣做得唔啱，我有苦衷。苦衷，你借錢抵押奸冧，用我身份開公司，轉走300幾萬，你有苦衷。他臉上的笑容終於徹底消失了。阿敏，你聽我講，啲錢我仲可以翻倍賺返嚟，我返嚟就係為咗搞掂呢件事，你返嚟係為咗份合同。我拉開椅子坐下來，盯着他的眼睛。你手上揸住周演份假合同，你走佬之前就想用份合同同林永東換錢，但係林永東唔肯，所以你飛去泰國揾林永南，林永南冇幫你，你走投無路先返嚟。振浩的臉色變了，先是白，然後泛出一層青。你點知？我乜都知。周演等你份合同等咗3年，佢知你一定會返嚟。振浩猛地往前傾了一下身體，壓低聲音：你同周演列咗婚係真嘅？真。你係為咗搞我先嫁俾佢。你走咗，我俾人追債，林永東日日企喺庵門口，你話我點算？報警？報警你走咗佬，邊個揾到你？揾周演係我唯一嘅選擇。振浩往後靠回椅背，盯着我看了很久，臉上的表情從震驚慢慢變成一種扭曲的恨意。你嫁俾我死對頭，你知唔知佢係乜人？我知佢係生意人，講信用，質量把關嚴，對手下好。我一字一句語出來。你呢？你係騙子，你騙咗我3年，騙我阿爸地契，騙我身份證開公司，騙我老客戶轉走訂單，你連羅曉文都騙，講好帶佢走，你一個人飛咗去泰國。羅曉文，振浩咪起眼，你揾過佢？佢乜都同我講咗。振浩猛地站起來，動作太大，碰倒了桌上的凍奶茶，深褐色的液體淌了滿桌，順着桌沿滴滴答答落在地上。旁邊幾桌客人看過嚟，老闆從櫃台後面探出頭，喊了一聲：做咩啊？振浩未理老闆，整個人俯在桌面上，壓着聲音衝我吼：你知唔知佢手上揸住我幾多嘢？你同佢合作，你傻咗啦！我冇同佢合作，係佢主動俾我，因為佢驚你有一日會推佢出去頂。振浩拎住了，嘴唇動了動，沒發出聲音。我看着他那張臉，看了3年的一張臉，溫柔過，大笑過，在枕邊輕聲越過阿敏我中意你的臉，此刻寫滿了慌亂和怒意。振浩，你今日約我出嚟，係想同我傾乜？他深吸了幾口氣，
重新坐下來，胸口的起伏慢慢平復。我同你講，你同周演離婚，我幫你船晒啲債，奸陰你阿爸繼續做，我唔再搞你哋。你幫我差點笑出聲。你借林永東800萬買鋪用咗180萬，轉走羅曉文戶口幾十萬，卡上剩320萬俾我凍咗。你而家手上仲有幾多錢？你幫我還咩？我仲有份合同，周演份假合同，你想用份合同同周演換錢？係，佢間公司值幾千萬，份合同出咗事佢食到趴低，佢肯俾錢買反，我就可以船債。你係咪傻？周演佢同你交易，佢等咗3年就係等你手上份嘢，佢點佢俾錢買？佢直接報警拉你就得。鄭浩臉上那點最後的鎮定終於裂了。佢報警，佢敢報警，報警查起上嚟佢自己都一身蟻。你份合同係偽造嘅，上面公章真，但係簽名係你模仿。報警一查，偽造文件，敲詐勒索，你坐硬。鄭浩張着嘴，整個人像被抽了骨頭一樣靠近卡助理，額頭上一層細密的汗冒出來。阿敏，我哋3年，你幫我。3年，我重複這個字，喉嚨裏像有雜麼東西堵着。鄭浩，你同我一起嗰日已經計劃好點樣攞我奸陰，你手機你同羅曉文啲信息我全部睇過，你同我講等搞掂奸陰，我哋一齊走。你口中嘅我哋係你同佢，唔係我。你唔好再講嘢。我站起來，從口袋裏掏出手機，屏幕上通話界面旋在亮着，顯示周演2個字，已經通了21分鐘。周演，你聽到晒？鄭浩瞳孔猛地縮了。我掛斷電話，然後拉開帆布包拉鏈，拿出一個牛皮紙信封放在桌上。你份假合同嘅複印件，羅曉文俾咗我一份，我按着信封推到他面前。你忍住，我手上有你偽造合同、盜用身份、詐騙剔款、洗錢嘅全部證據，已經全部提交咗公安經偵。你今日嚟見我，全程有錄音。你同林永東嘅借剔關係，你同林永南喺泰國嘅接觸，我亦全部有人證。你而家有2個選擇：一，你即刻去自首，將800萬同你用我身份買嘅鋪位全部交出嚟，我考慮出諒解書。2，你繼續走，我保證你3日之內過唔到關口。鄭浩盯着桌上那個信封，像盯着一條毒蛇，他臉上的汗越冒越多，襯衫領口濕了一圈。過了很久，他抬手用袖子擦了一下額頭，聲音很輕：你變咗好多。係你變咗，你以前就算係假嘅，至少扮得好睇，而家連扮都唔扮。鄭浩低着頭坐了很久，久到旁邊幾桌客人都吃完了走了一批新的坐下來。老闆終於忍不住走過嚟，用抹布擦了擦桌上那攤凍奶茶字，試探着問：2位仲有冇嘢加？冇。我越。老闆自趣地走了。鄭浩抬起頭，眼眶發紅，不知道是哭的船是氣的。阿敏，你放我一條生路，你當初放我阿爸條生路未？我看着他的眼睛，你騙佢哋契嗰陣，佢60歲，奸陰做咗30年，你知唔知奸陰對佢來講係咩？你知唔知你走咗嗰幾日佢一滴水都飲唔落？鄭浩沒再說話，我收回手，把那個信封留在桌上。你自首之前，唔好再騷擾我屋企人，亦唔好再揾羅曉文，佢已經同警方錄咗口供。我轉身往外走，掀開綠色塑料簾子走出去的時候，夜風迎面撲過來，帶着燒烈和糖水的味道。我站在門口深深吸了一口氣，腳底下有點軟，扶着旁邊的燈柱站了幾秒，一雙鞋出現在視線裏。周演穿着黑色短袖站在面前，手裏拿着車鑰匙，怎麼話都沒越，只是看着我。我搞掂咗，我越。他伸手拉住我手腕，力氣不大，但很穩。走，返去。車開在路上，夜風從半開的車窗灌進來，吹得我頭髮胡亂拍在臉上。我靠着座椅閉了一攰危眼，再睜開的時候已經到了我家樓下。周演熄了火，沒催我下車。你啱先喺永興講嗰番話，他開口，聲音有點啞。你係認真嘅？你話邊句？你話佢以前就算係假嘅，至少扮得好睇。認真？你而家覺得我係真定係假？我轉過頭看他，車廂裏很暗，只有路燈透過當縫玻璃照進嚟的一點光線，打在他半邊臉上。你自己話呢？
我反問，周演沒回答。伸手把車頂燈按亮了，橘黃色的光忽然照下來，把兩個人的臉都照得清清楚楚。他看着我的眼睛，眼神很平靜，但嘴唇掹得很緊。我等你答我。我看着他，3年了，我在這個人面前從沒講過一句真心話。最初是不知道他是誰，後來知道了他和鄭浩是死對頭，再後來鄭浩走了，我把他當成救命稻草。直到今天晚上坐在永興茶餐廳裏，我對陳浩越那些話的時候，我才忽然意識到，我講每一句的時候，腦海裏浮現的全是周演的影子。我越講信用、智良把關嚴，對手下好，那是我在暗裏親眼看見的他。我越做工暗呢行，快唔緊要，但係快得嚟要穩。那是他在粥底火鍋店裏跟我講的。我罵鄭浩連扮都唔扮的時候，心裏想的其實是周演從來不需要扮，他從第一天起就把賬算得清清楚楚告訴我。兩者都有。周演，我叫他的名字，我可能都需要啲時間，幾耐都得。如果我最後一世都信唔過任何人呢？我等兩個字輕飄飄地落下來，砸在我心口上卻很重。我深吸一口氣，伸手把車頂燈按滅了，車廂重新陷入黑暗裏，只有對面樓宇窗戶透出星星點點的燈火。我解開安全帶，探過身去，周演沒動。由我靠近，我的額頭抵在他肩膀上，能聞到他衣服上有淡淡的洗衣粉味道，旋有一點點煙草味。我聽你講你等咗3年，我越，你唔覺得蝕底？食底，他越，但係我等嘅人反咗嚟。我笑了一下，把臉埋進他肩膀裏。那天晚上我在車裏坐了很久才上樓，周演一直沒走，等我房間的燈亮了才發動車子離開。我站在窗前看着那輛卡宴的尾燈消失在街角，手裏攢着手機，屏幕上是楊律師發來的短信：經偵已立案，鄭浩今早主動到案，供述全部事實，你名下2間公司註銷程序啟動，鋪位解凍後歸還本人。我把短信看了3遍，然後把手機放在窗台上，關了燈。黑暗裏我躺回床上，天花板那條裂紋懸橫在那裏，從燈座一直延伸到牆角。我看了它很久，忽然覺得這條裂縫像極了過去3年，鄭浩一點一點在我的人生裏鑿開的縫隙。我以為他會越來越大，最後把整間屋子都壓垮，但他沒有。有個人在外面撐着牆，等我慢慢補上這些縫。我閉上眼，終於睡着了。